锣鼓铿锵庆佳节，乐声飞扬贺新春。那今天呢，首先要为我们带来精彩表演的是美国民乐，是美国中华国乐团，它隶属于美国梅拉诺演艺集团，是洛杉矶极具代表性的民族管弦乐团。乐团深耕海外10余载，以乐为桥，搭建起中美文化交流的纽带。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在这激昂的乐声中，共同来感受新年团聚的第一份喜悦。首先呢，请欣赏民族管弦乐《欢乐中国年》和《水乡情韵》。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，有请东方歌舞团国家1级作曲指挥杨春林先生和我们乐团的首席李晓波先生，掌声有请，有请两位。
拜。